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1，诗篇91篇20安尼讲：论到耶和华，我要讲，伊是我得胜的所在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我所倚靠的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山寨甲得胜的所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溃烂，阮的倚靠，阮的帮站，是阮坚固的石盘甲悬台。主啊！阮要尊你最悬，阮要称你最大，阮要学努你的名，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对古早就已经定着的。主啊，求你拯救阮，阮就要得到救。求你压耳孔听阮，阮就要对你来得安慰。主啊，在阮要伫万百姓中来称谢你，也要对人讲起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得胜的所在，是阮的山寨，是阮的上帝，阮所倚靠的。主啊，阮的愿望在伫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